不到新疆，不知中国之大。这里占我国陆地的约1/6，远山与白雪勾勒骨架，黄沙与炽热融铸筋脉，绿洲与草原注入灵魂。到新疆，方知底蕴之深。张骞与玄奘留下传奇，丝绸之路的华章正在续写，胡杨与玫瑰绘出奇迹，最深的戈壁开出最美的花。到新疆，感悟时代之志，奋进70载，志将新方略。古老的穆卡姆唱响新时代的歌，五口通八国，一路连欧亚。向西开放的中国，从这里走向世界。新疆是个好地方，新疆是个好地方。56个民族，我们拧成一股绳，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，同心协力，踔厉奋发。这里是新疆，是2600多万人的共同家。